馬上出動先鋒1號全面破壞。先鋒1號嘅威力唔係用嚟毀滅呢個城市嘅。我要你48小時之內裝備1號隨時出擊。我要你即刻採取緊急行動，對付英雄黨。我哋咧已經開始發現特警噶啦。我唔能夠容忍呢個世界仲有另一個我要你毀滅佢。我要將佢變成世界上最壞嘅女人。佢識笑喎。自由，我要每次心為你開。